記憶係病毒，時間係疫苗。痛苦嘅事記住係冇意義，要向前行就要放低一啲嘢。我係林禮圖，飾演凱撒。我覺得凱撒呢，佢就唔似得其他嘅成員咁樣啦。佢對於前途啊同埋現況呢係毫無懸念啊。咁呢一方面呢，有少少似我自己嘅諗法。我自己去分析呢個角色嘅時候，就會諗到會唔會有咩嘢令到凱撒去做到一個咁狠嘅決定呢？喺讀劇嘅過程裏邊呢，我都會去反思，幫助到自己諗到自己嘅一啲嘅問題。通過劇本呢，就呈現咗一個眾生相俾大家睇到，俾我哋去諗呢一個嘅世界面對大災難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點樣嘅抉擇？唔同人啦都有唔同嘅考慮啊，去決定佢哋會點樣去面對自己嘅前途啊，咁可以去俾觀眾啦有一個思考嘅空間啦。如果你哋每一個人呢都遇到類似啊或者差唔多嘅遭遇，大家又點樣去選擇去抉擇你哋嘅前途呢？咁其實戰爭啦同埋災難可以係近在咫尺，距離我哋可以係好近。期望大家咧可以嚟到現場去感受一下呢個故事。雖然咧今次就唔係一個正式嘅舞台演出，只係一個嘅讀劇嘅展現，但係我覺得咧觀眾啦可以去靠住大家嘅想像，喺適當時候咧眯埋雙眼，可以建構每個人嘅心目中嘅一個嘅太空同埋宇宙。